哦，我摸它。哎，所以说哈，吃到一半呢，可暂时休息一下哈，来摸彩先。嘿嘿。来，你来摸呀。那个小妹呢？你要当表演机吗？我操！哎呦！那是讲现金的哦。所以哦，站得出来，啊，丢掉你的钱，红包你家己已经看你丢掉，咱第一大奖哦是1000块。哦，1000块，小小嘛是100块。然后这个是谁啦？哈，看你丢掉100，咱就是利用出来看一下，看你的手艺如何。当然，对啦，三个，我若丢掉哦，我咧讲算叫咱去拿基金，OK。哦，好烦，基金。伊那个车嘛会使啦哈，所以讲，咱先吼，先来练一下手艺的啦吼，马上来手艺较好。安尼写会，你晓得写无？你听得到吗？可以，哎呀，好，安尼。呵呵。